反身，哇！想學反身。今日 BB 啱啱半歲人仔，今日佢又去打針啦！哇！只要每一次瞓喺呢張地氈度，佢就會自動自覺好似想反身一樣，幾開心！哦，哇！好叻啊 ，BB， 喂，哇，好叻啊！好多小朋友3個零4個月已經識反身啦，但係我哋屋企個 BB 平時最中意就係瞓喺度，叫佢反身都好難啊！BB， 睇佢嘅好 body， 哇！Hello。